睇完獨家訪問咧，又係時候直落世界盃啦！今晚咧，我哋準備咗啲禮物俾現場觀眾嘅喎，舉起嚟睇下先。好啦，咁大家就可以一邊食住呢個蝦片咧，一邊聽我哋講波啦。係啊，正啊，人人有份啊！咁今晚咧繼續有櫻花嘅 Rose 啦、Vian 啦，仲有 Will 仔同我哋講下世界盃嘅。咁當然唔少得，仲有櫻花之母 Kathy 仔喺度啦。係咁，你啱啱嗰個週末咧，其實就完成咗9場嘅分組賽事嘅。咁其中咧 B 組至到 F 組咧，佢哋已經踢晒咧第一輪嘅分組賽㗎啦。我哋不如睇下呢5組嘅形勢係點樣啦 ，Rose 好冇啊？好，咁首先係 B 組啦，咁情況係相當之混亂啊。點解咧？係因為咧佢嘅得分一樣之餘咧，佢得失球都係一樣啦。咁要之後咧先會知道到底邊隊可以出線啦。咁講完 B 組就講下 C 組啦。咁而 C 組咧咁。估唔到啊！蘇格蘭竟然係首名啊！咁如果巴西同摩洛哥咧想出線呢，就必須要下一場要贏啦。係啊！咁嚟到 D 組同 E 組就簡單得多啦。嗱 ，D 組咧就係美國同埋澳洲同時喺首位啦，而 E 組咧都係 Will 仔身上呢一件衫，德國同埋科特地亞排首位嘅。咁啊，至於 F 組方面啊，暫時瑞典係領先緊嘅。咁啊，因為尋晚係贏咗突尼西亞啦，日本同荷蘭各得1分啊，各一言和啊。咁啊，日本如果想出線呢，下一場一定要贏突尼西亞。係啦，而今晚咧就會有呢個 G 組同埋 H 組嘅賽事啦。今晚凌晨12點就會有西班牙對住佛德國，而凌晨3點鐘咧就更加有比利時對住埃及㗎。咁不如咧趁住仲有少少時間啦，講下一陣咧西班牙對佛德國，你哋有啲咩心水咧？我講先，我今季咧就決定咗真係要撐呢個西班牙啦，放棄咗法國添，唔好意思啊。因為咧我自己覺得西班牙對住佛德國呢一個新丁咧，我覺得至少保守估計3-0啊。咁其實咧，我就同 Kathy 一樣，都係估3-0啊。咁因為西班牙咧就有呢個咁強嘅右翼亞馬喺度，咁攻呢個4-2-3嘅陣式都好容易啦。我覺得一個扭10個，冇錯。嗱，咁如果3-0係保守估計咧，咁我就大膽估計6-0啊。哇！因為西班牙係大熱就冇得鬥氣嘅。嗱，有攻擊，有爆破，有入攝。如果亞馬落埋場，60-0啊。我覺得 Vian 你識少少嘢，講真，我都係估6-0啊。以為60-0添。係60-0太誇，6-0，因為陣中其實上屆都係歐國杯啊，咁啊啲人一路夾落嚟咧，都係夾慣夾熟嘅應該，咁啊再加上都可以留意下奧耶沙巴，咁啊睇下佢有啲咩嘅好表現啊。好啊，不如我都估啦，我估9-0啦咁。即係3-6。係啊，3-6，3嘅配數。可能都中㗎。嗱，賽果係點咧？就今晚先知啦。係時候咧喐下咯喎，請得你哋上嚟，梗係要玩呢個 football game 啦。櫻花 football 遊戲2個人一組，一個人負責擺定足球，另一個人咧就喺單槓上面，好似足球機嘅球員咁樣射波。如果射入咗大龍門嘅話咧，就有1分；中龍門有2分；小龍門有3分㗎。1分鐘之內2個人可以無限次交換崗位，不過落咗地咧就要強制換人，最終高分嗰隊為之勝出。嗱，上星期咧 Muji 同 Ice 咧就以10分咧位居我哋嘅第4位啦，仍然榜首咧就係樂林同埋表妹有16分啦。今次咧就 Rose 同埋 Vian 出場啦，你哋有冇信心先？諗住攞幾多分？冇問題啦，可能我哋攞100分咧。哇，100分難其實冇太誇張咗，sorry 足球數量有限，足球數量有限啦嚇。中意你哋嘅自信嘅。咁準備好，我哋就可以開始。可以開始。可以㗎，可以㗎。但係同時咧，我都想邀請阿 Will 仔係擔任旁述，因為你冇份落場玩啊嘛。係。冇問題啊。咁啊，睇下 Rose 同埋 Vian 啊。係。聽聞賽前佢哋已經部署㗎啦。係嘛？一半一半。哦，一半一半。打一半。你每人6個波啊，係咪？好，準備好啦喎，咁就3、2、1開始。好啦，1分鐘嘅時間睇下 Rose 同 Vian 隊入到幾多球先。暫時佢哋1分策略喎，要貪少少啊！講真。Rose 嗰個數碼上3分有冇 feel 啊？好到，有 feel 嘅。我想講之前我哋全部都係用腳尖㗎，但係 Rose 頭先係堅持用數碼嘅。Sorry， 冇理由啊 Vian 你隻腳夠長啊！佢哋夠齊咁扮腳短而家，不過呢個腳尖踢，佢試下用腳背啊，睇下依招有冇唔得先。3分，要攞1分。3分咧，3分幾？有冇機會撞柱？夠咗球未？壓咗 Q 啊！係啊 ，OK 啦，係啊 OK 嘅，咁佢哋嘅總成績咧就係有6分嘅。OK，
下個龍虎榜，睇下 Rose 同 Vian 嗰個排名係點樣，好唔好啊？好，睇一睇先。都係第一，都第一啊！第一，電腦先嚟睇，係個榜咧係第五名嘅，都係好高分嘅一個名次嚟㗎，高分㗎，冇錯，未有第六名，好難㗎，好難㗎，係啊！好啦，今晚多謝晒 Rose、Vian 同埋 Will 仔上到嚟同我哋玩遊戲講下波，亦都要請翻我哋今晚嘅咁多位主持同埋嘉賓出場。多謝。嗱。我知道今日咧，我哋現場觀眾咧，除咗得睇之外咧，仲有呢一個禮物送咗俾你哋嘅喎，出嚟睇下。哇！開心！正啊！喺度咧，同時我哋都要多謝今日咧董尖劍中學嚟到嘅同學仔啦，仲有咧阿 J 啦、Eden 啦同埋 Elton 上嚟同我哋一齊玩嘅。而第二條嘅 Jackpot 問題嘅答案咧，就係 A 薯仔啦。冇錯啦，同埋喜劇開場，聽晚就係大結局啦！呢兩晚請大家多多支持，密切留意啦。係，大家記得睇喜劇開場啊，知唔知啊？好，知道嘅話，我哋聽日再見，拜拜。